台中有一个女大学生来世的第一天食这个素不拉鸡，结果过工煞来病火，送病院检查，竟然是严重来并火。医师推测应该是素不拉内底当归有活火的作用。 天气冷起起，真侪人拢会来一碗烧火的油头排骨、麻油鸡来补一下。不过食进前，拢要加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。其中一位女大学生，伫咧月经来世第一天食2碗素不拉鸡，原本想讲听者身体，说想到过当天变火，面容反皮，赶紧送到病院，才发现是严重并火。那四物汤一般是希望在经后。 好，作为一个补充，就中医来说是调经补血的作用来服用啦。有一位50岁糖尿病患者，平常时要食人参保养习惯。最近天气真冷，直直食人参想要补身体，颠倒出现头壳型加血糖的镜头。问过药师才知影人参有降血糖的作用。人参方面的保健食品的话呢，可能至少要跟这个西药间隔要2小时以上，会比较安全。 食补不要紧，尤其是三高或者是慢性病患者，若要食，拢要加注意食的量，或者是食的时间点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